普通話個個領住要對插電子配分的語了普通話說到挺注意。現在開始粵語，現在開始語音。Action！ 睇緊呢條片嘅觀眾，你肯定對啲扭蛋係唔陌生㗎啦，因為個人都會扭過蛋嘛。所以咧，我就要俾你睇下都市中咧已經好頻繁咁咧，成日見到嘅嘅玩具，唔係錶，又唔係吊飾，而係一個盒。呢個盒咧係鯉魚門咧整嘅，因為鯉魚門咧有一個活動咧係擺攤位嘅，係一周㗎咋，只限一周㗎咋。但係我話俾你聽，我幾時舉行先？就喺7月16號，唔係，係14號舉行嘅。如果過咗7日之後咧就冇得領，但係如果呢個日咧都過咗7日先至去領嘅話，我可能冇。但係唔使擔心，你如果場就有一啲領波機就喺咧搭 lift 嘅校門口，或者咧跟住間後邊嗰間做美容咧，即係做媽咧，嗰個隔離咧就會有啲機㗎啦，比較污啲嘅，同樣價錢15蚊，係用八達通嘅喎，所以你領嗰陣時唔好帶錢幣，要帶八達通。嗱，如果你領過呢啲盒嘅話咧，相信你哋應該知道佢用途啦，但係你知道佢咧係點樣嘅時候，嗰啲人咧，我就俾你睇下啦。首先，呢個係叫做助韻器，其實咧你唔加呢個助韻呢個嘢咧，係唔會咧。就算你加呢個嘢一樣可以咧企嘅喎，不過係企得唔可以企嘅喎。不過咧你一撳，例如我咁一撳會反轉或者轉圈㗎啦。所以咧，你最好加埋呢個助韻器，加上去咁，加咗之後就會變咁，就轉得到㗎啦。OK。咁嘅，但係你唔加都得嘅。不過咧，如果你唔係想多移嚟移去嘅話咧，就最好加呢個助韻器落插翻去。好，跟住呢個嗱，呢個叫做鎖，呢條係開佢嘅鎖匙。嚟，我俾你睇下開嘅鎖匙嗰個嘢。喺邊邊開又得，你睇下，喺呢邊開嘅話就係都得嘅，兩邊都得，但係我試下就呢邊開先，就係一樣開到。睇下呢邊開咧，一樣開到。仲有啊，呢個扣咧一樣可以開到㗎，不過咧佢有一個特別之處，知唔知啊？係咩啊？好嗱，可以開咗，其實仲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開咗之後咧，你咧就要咧咁樣，你把佢反翻轉，再可以咁㗎，再剔住佢，就雖然用鎖匙都可以用㗎，係咪方便咧？其實呢邊都可以開嘅，呢邊都可以翻開㗎。不過咧，你又要把教上邊嗰啲好難。
我開翻去先。好，跟住咧，先睇下入邊啦。我會送你2張貼紙嘅，所以咧你咧就可以貼喺度嘅。你跟住貼又得，你亂貼又得咗。跟住咧，呢把鎖匙都係有一張貼紙要你自己貼嘅喎，你唔好貼咗嗰啲細迷你貼紙喎，呢張貼紙唔係亂貼嘅喎，記住。好，我拎咗張介紹紙出嚟，等一陣啊。好，記住我拎咗俾睇嘅呢隻。如果想揾到我就要揾到咧呢個盒咧，有呢個盒嘅喎，記住係呢隻款式。見到個盒咧，如果見到個盒咧或者嗰個嘢嘅話就好啦。其實仲有好多嘢咁樣嘅，例如有咧一啲嗱，你以前啊實錯過咗，但係咧又想揾翻嗰啲800通靈嗰啲嘢咧。呢就係要喺呢7日裏面去你嘅商場度領嘅喎，記住啦。仲有啲提議，除咗呢樣嘢之外，仲可以領其他嘢嘅喎。例如新時紅嘅嘢啦，就價值20蚊。嗰度已經有好多嘢啦。仲有啦，如果你哋想拉隻公仔嘅話咧，就去咧OK 店嗰間咧喺地下 OK 店咧有一個嘅娃娃機嘅喎，但係咧佢咧而家仲維修緊，要等多5-6日，唔係，因為佢咧而家咧呢部機咧可以有2隻嘅，不過難着咗啲咯。如果咧你哋係專家或者咧好有信心嘅人就嚟着咯，每1蚊個咋，我呢就變咗一個，換咗一個㗎啦。記住，喺入面廣場嘅嘢都係多得你唔明㗎，拜拜。現在到普通話開始。这条短片的人一定对楼板都是流感，一定不陌生了。应该对楼板呐，对楼板不陌应该这个都知道楼板了的这个现在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楼板是普通的楼板，但是我是介绍它，因为在介绍一下，应该在新疆都应该有的楼的啦，就是这个是应该大新的，应该深圳都应该有的里面。如果看这个片知道这个人啊，你看前面粤语的一句示范呢，已经示范有它的功能，所以说哈，就是这样的，应该深圳有的里面。
如果你真的游客在香港的话，去鲤鱼门大陆广场就有的领了15块个，要有在八达通才能领的。如果你问个5元个，不是说错，是15元个，记住了。